你叫咩名啊？我叫做 No， 幾多歲？今年23歲，結咗婚未啊？我未結婚，想唔想去香港？我好想去香港。好啊，你介紹你自己。好啊，先生太太你哋好，我叫做 No， 今年23歲，我未結婚，我喺佛教徒，我之前做過係內容7年照顧細路仔，我識講少少廣東話，我學過少少注重國餸，好似正雞、正腰、正得炒菜、煲八粥、煲湯，我學過點樣照顧老人家，好似帶公公婆婆去廁所，幫公公婆婆換衫，幫公公婆婆沖涼用，我學過點樣照顧細路仔，好似幫佢哋沖涼用，幫佢哋玩，帶佢哋返學，我學過點樣照顧 BB， 好似餵 BB 飲奶，幫 BB 沖涼用，幫 BB 換尿片，我中意寵物，我學過點樣照顧兔仔、貓仔同埋狗，我好想去香港做嘢，因為我想賺多啲錢，我一定會勤力、老實同埋聽話，希望先生太太請我做工，多謝晒喺香港見，拜拜。